乾脆小新知，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紹下呢3支嘅燈。咁我哋首先講第一支先。咁呢一支咧係一支台燈嚟嘅。咁我見佢呢隻墨綠色啦，其實佢就比較特別啲，同埋咧佢呢一款燈咧喺意大利出產嘅。咁佢最出名其實係蘑菇燈比較出名。咁呢一支係佢第2支嘅 design 啦。咁同埋佢呢一隻墨綠色咧，佢嘅 finish 咧係你望落去唔係膠嘅，佢有少少令面咁樣嘅設計啦，同埋佢嘅光度咧，一般都係放喺床頭啦，或者係放喺書台做一個補光嘅照明，同埋一個 deco 嘅裝飾。介紹下第2支燈啦，呢一隻咧就係一隻暗橙色嘅。你見佢咧，其實佢有啲重量，因為咧佢呢一個鐵餅咧係你聽到，其實佢係真材實料嘅。佢呢一隻燈頭咧係可以咁樣磁吸上去，俾大家睇一睇。佢可以360度咁樣去照明嘅。咁你可以自己調節，中意向邊一個位置去發光啦，去射。佢主要其實都係放床頭，都係 deco 為主咯。3盞咧，其實佢係一隻比較磚紅色嘅燈啦。咁佢望落咧，比起頭嗰2支咧係會高身啲嘅。咁我自己覺得咧，其實佢可以放喺啲植物附近，咁就可以 highlight 一棵植物啦，或者係 highlight 一啲你自己想擺嘅一啲 deco， 大概咁高左右，咁佢就可以有一個成個 area 嘅照明效果咯。咁你放喺可能半腰餐台啊，咁其實佢都係可以做一個 highlight 嘅效果。咁佢就係咁樣去使用嘅。咁同埋個底咧就係嗰個叉電位。啱啱介紹完3支外國品牌嘅台燈，以下係介紹設計師最近好中意嘅一支夜燈。Lassamina 呢支夜燈，除咗佢夠的色可愛，亦都可以擺喺房間做夜燈。其實呢支燈分咗3個 size， 設計師就買咗 S 同 M size。最細嗰支 S mini size， 其實佢喺個底部度撳掣，同埋得2個光度；而中間 M size 就可以有8個光度，而且喺頂部係拍拍燈嚟嘅。有冇邊支燈特別中意呢？下次我哋再一齊開箱啦！